朋友，你係咪亦都曾經喺某個萬籟俱寂嘅深夜，或者係獨自一人睇住窗外車水馬龍嘅午後，心中會不其然咁湧起咁樣一個念頭，一個關於時間，關於我哋真嘅問題。我哋呢一生啊，從懵懂無知嘅青澀少年走到如今，可能已經係華髮初生，甚至係兩鬢斑白。幾十年嘅光陰，就喺呢個時代巨大而喧囂嘅洪流裏面，一路奔波，一路打拼，一路走嚟，到咗最後，能夠真真切切握喺手裏，沉甸甸咁留喺生命裏邊嘅，究竟係咩呢？係銀行賬戶裏面嗰一串似乎永遠喺度追逐，卻又好似總亦不夠嘅冰冷數字咩？佢記錄住我哋嘅辛勞，標示住某種程度嘅成功，但係佢能完全丈量我哋生命嘅價值咩？或者係孩子手中嗰張來之不易嘅印住某所重點大學名字嘅錄取通知書，為咗佢，我哋或許付出咗半生嘅心血。嗰份驕傲同期盼固然係真實嘅，但佢係咪就係我哋人生全部嘅答案？再或者係返到老家，或者係行喺街坊鄰里間，聽到背後傳嚟嘅嗰一句樸素嘅評價：唉，你睇老張家嗰口子，一世做人做事厚道，咁一句說話，冇金錢嘅分量，冇功名嘅光環，但佢暖暖咁貼喺心口上，佢又算唔算我哋留俾呢個世界最重要嘅嘢？呢啲問題盤旋喺心頭，尤其係喺呢個變化快得讓人幾乎跟唔上腳步嘅時代裏。就似我個老鄰居趙師傅，街坊們都習慣叫佢老趙。老趙啊，係我哋呢個國家許許多多普通建設者嘅一個縮影。佢年輕嘅時候係個響當當嘅國營大廠嘅8級檢工，技術骨幹。嗰時候單位唔單止係個工作嘅地方，咁係一個家，係一個身份嘅象徵，係一個讓人從心底裏感到歸屬同榮耀嘅集體。老趙同我講過，佢為咗廠裏邊搞技術革新，曾經帶住徒弟們連續1個月吃住咗喺車間，眼睛熬得通紅，佢心頭火熱。佢亦都曾經係全廠學習嘅勞動模範，胸前戴過大紅花，喺主席台上面作過報告。嗰時候嘅佢覺得自己渾身都係洗唔完嘅勁，覺得自己正喺度為呢個國家添磚加瓦。嗰份自豪感係而家好多年輕人難以體會嘅。可係時代嘅浪潮湧過嚟，邊個都擋唔住。工廠後嚟經歷咗改制，效益下滑，最終搬遷合併。當年嗰啲熟悉嘅面孔，嗰啲一齊飲過酒、一齊加班、一齊憧憬過未來嘅工友、師徒、老領導，就好似蒲公英一樣，風一吹就散落喺天南海北，各自奔住不同嘅前程去咗。老趙退休咗，守住一套老工房，睇住周圍一日一個樣咁起住高樓，睇住馬路上跑住佢唔認識嘅新牌子嘅汽車，睇住年輕人用住佢睇唔識嘅手機軟件。佢成日覺得自己好似被呢個熱鬧嘅世界靜悄悄咁遺忘喺咗角落裏邊。佢嘅退休金緊巴巴嘅，啱夠維持佢同老伴兒嘅基本生活。身體又唔好，常年需要食藥。佢時常能做嘅就係搬個小凳子，坐喺嗰老舊嘅窗戶前面，一坐就一下晝。窗外係日新月異嘅城市風景，但佢眼裏睇到嘅，佢係一種難以言說嘅迷茫。佢會喃喃自語，有時好似喺度問我，有時好似喺度問佢自己。你話我呢一世年輕嘅時候咁拼，亦都算為國家、為廠子出咗大力，點老了，好似就冇乜價值啦呢？老趙師傅嘅呢份困惑，呢份對自身價值追問，我諗並非過嚟。佢映照出嘅係我哋呢個轉型期社會裏邊許好多普通人，尤其是經歷過巨大社會變遷嘅嗰幾代人，心中共同嘅迷茫同埋探尋。喺今日嘅中國，生活節奏快得讓人問暈，機遇似乎遍地都係，但挑戰亦都無處不在，壓力更係如影隨形。我哋每個人都喺度奮力向前，希望能夠俾自己同屋企人一個更加好嘅未來。但係當我哋奮力划水，穿越咗中年危機嘅洶湧波濤，漸漸駛向人生嘅下游，我哋又該如何為自己嘅晚年生活真正打下堅實嘅基礎？點樣喺紛繁複雜嘅現實中
尋找到嗰份能夠抵禦風雨嘅內心安寧，同一份不卑不亢嘅生命尊嚴呢？歡迎你收睇呢一期嘅人生後半場。今日我哋唔想傾嗰啲遙不可及嘅成功學，亦都唔想熬製廉價嘅心靈雞湯。我哋想同你一齊靜下心嚟，傾一聊嗰啲真真切切、實實在在關係到我哋每個人晚年生活品質嘅，可能平時我哋忙於生計而忽略咗嘅嗰兩個睇唔見卻有住千鈞之份量嘅生命基石。好㗎，接續第一部分，呢個係第二部分嘅詳細腳本敘述。咁啊，我哋要探討嘅第一個份量就係或許最為現實，亦都最容易引發爭議，但又同我哋每個人休戚相關嘅經濟保障。當我哋談論經濟保障嘅時候，請允許我先澄清一點，我哋並非喺度鼓吹拜金主義，亦都唔係話人生嘅價值就等同於銀行存款嘅幾多，唔係嘅。我哋所講嘅經濟保障，更多嘅係指喺我哋呢個充滿咗未知與變數嘅人生旅途中，一種基本嘅抗風險能力，一種能夠俾我哋喺面對生活嘅刁難嘅時候，不至於咁快就束手無策、任人擺布嘅選擇嘅權利。尤其是喺我哋當下嘅中國，呢份保障嘅意義可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突顯。你想啊，對於好多年輕人嚟講，嗰一線城市裏邊高不可攀嘅房價，係咪好似一座大山，壓得人喘唔過氣？一套房子往往需要掏空2代甚至3代人嘅積蓄，仲得孭緊幾十年嘅貸款，冇一定嘅經濟基礎，安家落戶可能就成咗一種奢望。再睇下我哋嘅細路仔，教育嘅競爭日益激烈，所謂嘅內卷讓張三門隊焦慮不堪。為咗唔俾孩子輸喺起跑線上，各種補習班、興趣班、才藝課，邊一樣唔需要真金白銀嘅投入？更唔使講將來可能嘅大學學費，甚至係出國留學嘅費用。我哋都想俾孩子提供最好嘅資源，但係好多時候，經濟能力就劃定咗一道無形嘅門檻。仲有我哋最唔願意面對卻又無法回避嘅醫療問題。一場突如其來嘅大病，對於一個普通家庭嚟講，可能就係滅頂之災。雖然我哋嘅社保、醫保體系喺度不斷完善，但現實中城鄉之間、唔同醫院之間醫療資源嘅差距依然存在。係咪能夠住進更好嘅病房？係咪能夠用上副作用更少、效果可能更好嘅進口藥、靶向藥？好多時候呢啲都唔喺報銷範圍內。係咪能夠請到經驗更豐富嘅專家會診？好多時候呢啲係唔係嘅背後都離唔開經濟上嘅支撐。甚至連我哋傳統觀念裏養兒防老嘅諗法，喺今日亦都面臨住巨大嘅挑戰。獨生子女一代將來可能要同時面對上有4老、下有1小甚至2小嘅4負2到1家庭結構。佢哋自身嘅壓力已經不堪重負，我哋點能夠把晚年嘅全部希望都寄託喺佢哋身上？未來嘅養老越嚟越需要依靠社會保障同我哋自身嘅積累，而呢自身嘅積累指嘅就係實實在在嘅經濟準備。所以話，錢入去確實買唔嚟幸福，佢買唔嚟天倫之樂，買唔嚟真摯嘅情感，更買唔嚟已經逝去嘅時光。但係請相信，喺生活嘅某啲關鍵時刻，也許係面對疾病威脅嘅時候，也許係遭遇意外變故嘅時候，也許係需要幫助子女渡過難關嘅時候，佢就好似係寒冬裏嘅一件棉衣，風雨中嘅一把雨傘，能夠為你同你嘅家人遮擋一啲寒冷，抵禦一啲風雨。佢能夠俾你喺不得不做出艱難選擇嘅時候，腰桿能夠稍微挺直啲，不必過於卑微咁去乞求，不必完全被動咁去承受。佢能夠俾你一份從容應對嘅底氣。俾我俾你講一個真實嘅故事吧。故事嘅主人公叫陳蘭，一位嚟自四川農村嘅阿姨。陳蘭阿姨大概喺40歲左右，離開咗家鄉，嚟到繁華嘅上海做家政服務，亦即係我哋常以講嘅保姆。阿姨呢一做就係10幾年，10幾年嘅光陰裏，佢每日起早貪黑喺僱主家裏忙碌住，打掃衛生、買晒做飯、照顧老人孩子，
佢普通話講得唔好，一開始好唔適應大城市嘅節奏，受過委屈，掉過眼淚，但為咗遠喺家鄉個仔能夠安心讀書，為咗俾自己同埋體育嘅老伴賺下一啲養老錢，佢都咬住牙挺過嚟啦。佢捨得食，捨得着，每個月攞到工資，除咗留低最基本嘅生活費，大部分都小心翼翼咁存起嚟，或者寄返家鄉。佢常意話呢個都係一分一分溝出嚟嘅血汗錢。10幾年落嚟，靠住呢份辛勞同節儉，陳蘭阿姨確實賺下咗一筆唔算少，但係對佢嚟講係傾其所有嘅積蓄。佢原本計劃住再做幾年，等個仔大學畢業工作穩定，佢就返老家，同埋老伴一齊安安穩穩咁過日子。然而生活總係充滿咗意想不到嘅波折。就喺舊年，遠在家鄉嘅老伴突然病倒咗，病得好重。當地縣醫院嘅醫生檢查之後，面色凝重嘅話俾佢聽，病情複雜，佢哋醫院嘅條件有限，建議如果有可能，最好能轉到上海咁樣嘅大醫院去睇下，或許只係或許有更好嘅治療方案。呢個消息如同晴天霹靂，去上海治病，陳蘭阿姨比邊個都清楚嗰意味住乜嘢。且唔講佢老伴嘅身體能唔能夠經受住長途嘅顛簸，光係上海大醫院個高昂嘅檢查費、手術費、住院費、藥費就係一個天文數字，再加上佢自己請假陪護嘅誤工費，兩個人喺上海嘅食宿交通費，粗略一算，幾乎要掏空佢呢10幾年嚟嘅所有積蓄。而且醫生亦都講咗，只係或許有更好嘅方案，並唔能夠保證一定能夠治好嘅。陳蘭阿姨陷入咗深深嘅痛苦同掙扎之中，佢徹夜難眠。一邊係相濡以沫幾十年嘅老伴，佢點能夠眼默默睇住佢受苦而放棄可能嘅一線生機？另一邊係佢後半世嘅養老錢，係佢用無數汗水同委屈換嚟嘅唯一依靠。一旦花光咗，將來自己老咗病咗，又該點算呢？佢打電話同已經喺外地工作嘅仔商量。個仔亦都好孝順，但佢啱啱參加工作，收入微薄，面對如此巨額嘅醫療費用，同樣感到巨大嘅壓力。電話兩頭係長久嘅沉默同埋沉重嘅呼吸。就喺陳蘭阿姨幾乎要俾呢兩難嘅境地壓垮嘅時候，佢諗起咗自己銀行卡裏邊嘅嗰筆存款。嗰筆錢雖然唔足以俾佢高枕無憂，但喺此刻佢俾咗佢一個至關重要嘅嘢——選擇權。佢可以選擇咬緊牙關，攞出所有嘅積蓄，帶住老伴去上海，去搏過一個渺茫但確實存在嘅希望。佢亦可以選擇考慮到現實嘅風險同埋未來嘅生計，留喺家鄉接受當地醫院嘅保守治療，至少能夠陪喺老伴身邊。無論邊種選擇，都伴隨住巨大嘅痛苦同不確定性。但係佢可以選擇。呢個同佢村子裏面嘅另外幾戶人家形成咗鮮明嘅對比。嗰幾戶人家亦都曾經遇到過類似嘅屋企人重病嘅情況，但因為家徒四壁，攞唔出任何多餘嘅錢，佢哋連去縣城睇病嘅機會都十分有限，更唔使光去上海啦。佢哋只能夠眼掹掹咁睇住親人病情惡化，除咗無助嘅嘆息同眼淚，佢哋冇任何選擇嘅餘地，只能被動咁接受命運嘅安排。嗰一刻，陳蘭阿姨先至深切咁體會到，佢呢10幾年喺異鄉嘅辛苦打拼，省吃儉用掙下嘅呢筆錢，佢嘅意義遠唔止係數字本身。佢係喺絕境之中，給予一個普通人最後一點掌控自己命運嘅可能，係維護家人同自己最低限度尊嚴嘅一道屏障。後嚟，陳蘭阿姨同個仔商量再三，綜合考慮咗老伴嘅身體狀況、醫生嘅建議以及家庭嘅承受能力，最終做出咗一個對佢哋嚟講最合適嘅決定。無論結果點樣，至少佢哋努力過，爭取過，冇因為完全嘅經濟匱乏而留低終身嘅遺憾。陳蘭阿姨嘅故事並非個例，佢話俾我哋知，經濟保障對於我哋普通人而言，尤其是喺風險面前，係何等重要。當然，我哋亦都要理性看待，過分追求物質，甚至為咗所謂嘅面子而打腫面充胖子、人情卯糧，咁呢個係唔可取嘅。
量入為出，理性消費始終係我哋應該遵循嘅原則。同時，我哋亦都要認識到，國家嘅社保、醫保體系係我哋最基本嘅保障網，一定要積極參保，了解相關政策，學會使用呢個工具。但係都要明白，呢個保障網目前仲冇辦法覆蓋所有嘅風險同開銷，個人嘅儲蓄同規劃仍然係不可或缺嘅補充。因此，學習一啲基礎嘅理財知識，建立風險意識，為自己同家庭制定一個切實可行嘅財務規劃，哪怕只係從每月固定存下一筆小錢開始，都係為未來嘅不確定性增添一份確定性，為晚年嘅安穩生活打下第一塊堅實嘅基石。呢個唔係市民，呢個係對自己、對家人負責嘅體現，係對未來生活嘅一種積極嘅務實嘅準備。如果話經濟保障係我哋抵禦人生風雨嘅硬實力，係咁樣睇得見摸得着嘅定盤星，咁接落嚟我哋要傾嘅第二個份量，就更加似係一種無形嘅資產，一種溫潤嘅需要用心去經營同維護嘅軟實力。呢個就係我哋今日要探討嘅第二塊基石——社會資本。聽到社會資本，可能有啲朋友會聯想到關係、人脈呢啲詞。確實喺我哋中國呢個注重人情嘅社會入邊，關係似乎無處不在。佢有時候甚至會被一啲人玩弄成投機取巧、轉型牟利嘅工具，沾染上一啲唔太光彩嘅色彩。但係今日我哋想探討嘅係關係同人脈佢本質嘅積極嘅嗰一面。我哋所講嘅健康嘅社會資本，佢絕不僅僅係功利嘅交換。唔係話我今日幫咗你，聽日你就必須回報我乜嘢，唔係噶，佢更應該係，亦都必須係建立喺一啲更深層次、更有人情味嘅基礎之上嘅。呢啲基礎係咩呢？我想首先係信任。人與人之間最寶貴嘅嘢，可能就係信任啦。佢建立起嚟好難，需要時間，需要考驗，需要你用行動去證明你係一個值得信賴嘅人，但係摧毀佢可能只需要一瞬間。其次係信譽，即係話口碑，就係你喺周圍人群裏面，大家提起你會係個咩樣嘅印象？係覺得你呢人靠譜、實在、講信用，定係覺得你油滑、善變、不可深交？好嘅口碑係你行走社會一張無形嘅通行證。再者係長期嘅互惠，呢個唔係斤斤計較嘅等價交換，而係一種基於長期關係嘅自然而然嘅相互關照同扶持。今日我順手幫咗你一把，也許未來某一日喺我需要嘅時候，你會記得呢份情誼，亦都願意伸出援手。最後亦都係最溫暖嘅一點，係人情味，就係嗰種超越咗利益計算嘅真誠嘅關心、善意同體諒。由信任、信譽、互惠同人情味編織起嚟嘅呢張網，就係我哋所講嘅健康嘅社會資本，一個有溫度嘅社會支持網絡。喺我哋中國，呢張網嘅重要性，可能每一個喺社會上摸爬滾打過嘅人都有深切嘅體會。往少咗講，你想了解邊個醫院嘅邊個大夫睇某種病睇得好，想知道邊個學校嘅某個專業就業前景如何，往往通過熟人、朋友或者朋友嘅朋友介紹，得到嘅信息會更可靠、更接地氣。你想辦啲咩事，有時候可能規章制度都喺嗰度，但就係感覺阻力重重。呢個時候，如果有一個信得過嘅朋友或者關係，能夠幫手指點一下迷津，或者打個招呼疏通一下，事情可能就會順暢好多。往大咗講，當你遇到真正嘅危機同困難嘅時候，譬如生意失敗需要周轉資金，家人突發重病需要一大筆錢，或者遭遇咗乜嘢唔公正嘅待遇需要尋求幫助嘅時候，嗰啲平日裏積累落嚟嘅靠譜嘅人脈關係，往往會成為你最堅實嘅後盾。親戚朋友之間基於信任嘅借貸周轉，鄰里之間喺你遇到難處時嘅相互照應，老同學、老戰友喺你失意時嘅鼓勵同埋援手，呢啲都係社會資本喺關鍵時刻展現出嘅巨大能量。甚至佢仲關乎我哋嘅面子同埋聲譽，
一個有良好社會關係同埋口碑嘅人，喺社會上邊更容易受到尊重，更容易獲得合作嘅機會。佢嘅家庭亦都更容易被周圍嘅環境所接納同認可。所以歸根結底，呢張無形嘅網係點樣嚟嘅呢？靠嘅唔係鑽營，唔係投機，而係日積月累嘅。做人，你平日裏係點樣對待你身邊嘅人？你嘅屋企人、朋友、同事、鄰居，甚至係嗰啲同你只有一面之緣嘅陌生人，你係真誠友善、樂於助人、信守承諾，定係自私自利、斤斤計較、言而無信？好多時候，你平日裏不經意間撒下嘅種子，無論係善意嘅定係惡意嘅，都喺度悄悄咁影響住別人對你嘅睇法同態度。到咗某個關鍵時刻，呢啲睇法同態度就可能轉化為實實在在嘅幫助，或者係無情嘅冷漠。正應咗嗰句老話：平日裏點樣待人，關鍵時刻人哋成行就可能點樣待你。等我再俾你講一個關於李老師嘅故事。李老師係一位喺我哋西北一個偏遠小縣城入邊教咗一輩子中學語文嘅老教師。舊年啱啱退休，李老師可以話係桃李滿天下。佢教過嘅學生，從縣城嘅幹部、商人，到喺外地大城市打拼嘅工程師、醫生、企業家，各行各業都有。李老師一輩子為人正直，教學嚴謹，但又特別關愛學生。邊個學生屋企困難啊，佢會悄悄嘥啲錢。邊個學生思想上有咗波動，佢會耐心開導。邊個學生畢業之後遇到咗挫折，寫信俾佢，佢都會認真回信鼓勵。佢自己生活非常簡樸，可以話係兩袖清風，但佢對學生嘅嗰份心，幾十年如一日，係縣城裏面所有人都交口稱讚嘅。舊年秋天，李老師唯一嘅孫子考上咗北京嘅一所重點大學，呢本係天大嘅喜事，亦都讓辛苦咗一輩子嘅李老師感到無比欣慰。但係隨之而嚟嘅係高昂嘅學費同喺北京嘅生活費。呢個對於靠住微薄退休金生活嘅李老師一家嚟講，係一個巨大嘅負擔。李老師係個要強嘅人，佢唔想因為呢件事去麻煩人哋，更加唔願意去向佢嗰啲已經事業有成嘅學生們開口。佢同老伴商量住，實在唔得就將屋企僅有嘅一啲積蓄攞出嚟，再唔得就會同親戚們諗下辦法。然而佢冇諗到嘅係，孫子考上大學嘅消息好快就喺佢以前嘅學生群裏邊傳開咗。跟住落嚟發生嘅事情，讓李老師感動得熱淚盈眶。先係縣城裏面幾個做生意比較成功嘅學生提住水果營養品嚟看望佢，臨走嘅時候悄悄喺茶几下壓咗一個厚厚嘅信封，話係俾細路嘅一啲心意，俾佢無論點樣收下。緊接住一個喺北京工作嘅學生打嚟電話，話佢已經幫忙聯繫咗學校嘅勤工助學崗位，仲打聽好咗申請國家助學貸款嘅流程。仲有幾個喺外地嘅學生直接就把錢轉到咗李老師嘅賬戶上，留言話：李老師，當年如果冇你拉我一把，就冇我嘅今日。呢點錢你一定要收低，俾師弟安心讀書。甚至仲有學生幫手聯繫咗大學裏邊嘅老師同埋師兄師姐，俾佢哋多關照一下剛入學嘅孫子。前前後後，嚟自天南海北嘅學生們用各種方式匯聚起咗一股溫暖嘅力量，不僅解決咗孫子上學嘅費用問題，更加俾咗李老師一家巨大嘅精神支持。呢件事唔係金錢嘅交易，更唔係咩利益嘅交換，呢個係李老師用佢數十年如一日嘅正直、善良、無私奉獻所積累落嚟嘅人格魅力同社會信譽，喺佢需要幫助嘅時候，自然而然咁轉化成嘅最寶貴嘅支持。學生們回報嘅係嗰份沉甸甸嘅私恩，係對一位值得尊敬嘅長者發自內心嘅敬重。呢件事亦都讓我哋睇到，有時候呢種基於深厚情感同埋高度信任嘅軟實力，佢所能產生嘅能量，甚至比金錢本身更為強大同持久。當然，我哋喺強調健康人情網絡重要性嘅同時，亦都要清醒咁認識到，必須要區分開健康嘅人情往來同不正之風嘅關係學。嗰種靠住拉關係、走後門、權錢交易嚟謀取私利嘅行為，不僅破壞社會公平，
最終亦都必然會反噬自身。我哋所倡導嘅社會資本係建立喺真誠、守信、互助、共贏嘅基礎之上嘅，係以良好嘅人品作為根基嘅。喺我哋生活中，呢種健康嘅社會資本可以有好多種形式，比如濃厚嘅鄉土情結，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嗰份天然嘅親近感同埋信任感，往往能帶嚟好多便利同埋幫助。比如純粹嘅同學情誼，一齊度過嘅青蔥歲月，係人生中非常寶貴嘅財富。同學之間互相拉一把嘅情況非常普遍。仲有喺部隊裏邊結締嘅戰友情，喺一個單位裏邊多年共事嘅同事緣，或者喺同一個行業裏邊建立起嚟嘅專業聯繫等等，呢啲唔同形式嘅網絡，都可能喺我哋人生嘅唔同階段給予我哋重要嘅支持。而且呢種社會資本往往仲具有代際傳遞嘅效應。一個家庭如果有住良好嘅家風，父母喺社會上有住良好嘅口碑同聲譽，咁佢哋嘅細路喺走向社會嘅時候，往往亦都會受益。人哋可能會因為信任佢嘅父母，而更加願意給予佢機會同幫助，會話：哦，咁係老李家嘅細路啊，佢爸媽都係實在人，呢個細路差唔到。呢種無形嘅背書，有時候比任何推薦信都管用。所以話，朋友，從今日起，用心去經營我哋身邊嘅每一份健康嘅關係吧，用真誠去對待每一個人，用信譽去累積我哋嘅口碑，用善意去溫暖呢個或許有啲功利嘅世界。呢個唔單止係為我哋自己積累寶貴嘅社會資本，亦都係為我哋嘅下一代鋪就一條更寬闊、更溫暖嘅人生道路。呢份投入看似無形，卻會喺未來嘅某個時刻回饋俾你意想不到嘅驚喜同埋力量。呢個就係我哋要尋找嘅人生嘅第二個重要分量。我哋啱啱探討咗支撐我哋晚年安穩生活嘅兩大外部基石，一個係給予我哋選擇權同埋抗風險能力嘅經濟保障，另一個係嚟自於人情網絡，給予我哋溫暖與支持嘅社會資本。擁有呢兩者固然係幸運嘅，亦都係我哋努力嘅方向。但係生活中仲有另一種情況，或者話一個需要我哋特別警惕嘅陷阱，咁就係當一個人喺外部世界，無論係喺競爭激烈嘅職場，定係喺複雜嘅社會關係中，感到挫敗、失意、壓力重重，或者缺乏足夠嘅掌控感嘅時候，佢可能會不自覺咁將呢種喺外面冇法排解嘅焦慮同埋無力感帶返到嗰個本應係避風港嘅屋企裏邊，試圖通過對最親近嘅屋企人，通常係配偶同埋子女，進行嚴苛嘅要求、挑剔甚至控制，嚟重新尋找一種虛假嘅權威感同埋存在感。呢種現象嘅產生有其複雜嘅社會同文化根源。一方面喺我哋傳統文化裏面，男主外、女主內、父為子綱等觀念嘅影響依然存在。一啲人潛意識裏面認為自己喺家庭中擁有天然嘅不容置疑嘅權威地位。另一方面喺當下呢個快速變化嘅時代，好多人尤其是中年男性，往往承受住嚟自工作、經濟、社會等多方面嘅巨大壓力。當佢哋喺外面感到自己人微言輕，或者苦苦掙扎，卻難以達到世俗意義上嘅成功標準嘅時候，家庭就可能成為佢哋唯一能夠施展權力、維護面子嘅地方。佢哋試圖通過喺屋企話要算嚟彌補在外嘅失落感。然而呢種建立喺權力不對等同埋情緒轉嫁之上嘅家庭，權威往往係空洞嘅，甚至係具有破壞性嘅。喺我俾你講講周明嘅故事。周明人到中年，係一家不大不小嘅民營企業嘅中層管理人員，喺競爭激烈嘅一線城市裏邊打拼。呢2年行業唔太景氣，公司嘅業績亦都一路下滑，裁員嘅風聲四起。周明感覺自己嘅位置岌岌可危，幾次想爭取嘅晉升機會亦都化為泡影。佢喺公司裏邊對上司總係小心翼翼，陪住笑臉，說話做嘢都得反覆掂量，生怕行差踏錯丟咗飯碗。嗰種壓抑同埋焦慮幾乎成咗佢工作嘅常態。可係就係咁樣一個喺公司裏邊謹小慎微嘅周明，一旦翻到咗屋企，卻只係變咗一個人。佢面上嘅笑容消失咗，
取而代弊嘅係緊繃嘅面孔同埋隨時可能爆發嘅壞脾氣。妻子辛辛苦苦做好嘅晚飯，佢會皺住眉頭挑剔呢個菜點解又鹹咗，嗰個湯一啲味道都冇。妻子默默咁執走家務，佢亦都會喺一旁指指點點，地點樣拖得還是唔乾淨，嘢就唔能夠歸置整齊一啲咩？語氣裏邊充滿咗不耐煩同指責。對佢正喺讀高三、全力衝刺高考嘅女兒，周明更加實行起咗嚴格嘅高壓管理。佢唔單止對女兒嘅學習成績盯得極緊，連作息時間、課外閱讀，甚至同同學打電話嘅時間都要一一過問同埋限制。佢常常將我呢都係為你好，你必須聽我嘅掛喺嘴邊，要求女兒對佢嘅話絕對服從，好少去關心女兒內心嘅壓力同埋諗法。漸漸咁，屋企個氣氛變得越嚟越壓抑。妻子為咗家庭和睦，選擇咗默默忍受，但眼神裏邊嘅疲憊同埋無奈卻越嚟越深。原本活潑開朗嘅女兒變得沉默寡言，有時候甚至會用摔門、頂嘴嘅方式嚟表達佢嘅不滿同叛逆。呢個家唔再係溫馨嘅港灣，反而成咗一個充滿咗緊張、抱怨同對立嘅戰場。周明似乎喺屋企樹立起咗佢嘅權威，佢發出嘅指令似乎冇人敢公開違抗，但係佢得到嘅真係佢想要嘅尊重同認同嗎？恐怕唔係。呢種所謂嘅權威，佢嘅內核其實係空洞嘅。佢唔係基於家人嘅愛戴、信任同心悅誠服，而係建立喺對方嘅恐懼、忍耐或者無奈之上。當家人係因為害怕你嘅脾氣，或者因為經濟上依賴你，或者僅僅係為咗維持表面嘅和平而選擇順從嘅時候，呢種順從本身就已經失去咗意義。佢無法帶嚟真正嘅親密同連結，反而會喺屋企人之間築起一道越嚟越厚嘅情感壁壘。更重要嘅係，呢種權威具有極大嘅破壞性，佢扼殺咗平等嘅溝通，壓抑咗家庭成員個性嘅發展。尤其是對於正在成長中嘅孩子，長期嘅否定、指責同高壓控制，可能會俾佢哋嘅心靈留低難以磨滅嘅創傷。佢似一種慢性毒藥，慢慢侵蝕住家庭關係嘅根基，讓本應充滿愛同溫暖嘅家變得冷漠而疏離。我哋可以想象一下，好似周明咁樣嘅人，當佢有一日年老體弱，唔再有能力去掌控同埋發號施令嘅時候，佢會從屋企人嗰度得到咩樣嘅回應呢？也許出於倫理道德同社會規範，子女同配偶依然會履行贍養同照顧嘅義務，但係嗰種發自內心嘅關懷、溫柔嘅陪伴、體貼嘅理解，恐怕就好難奢求啦。因為喺過去漫長嘅歲月裏面，佢並冇往呢個屋企嘅情感賬戶裏面存入足夠嘅愛、尊重同溫暖，反而可能透支咗太多嘅信任同情分。最終佢可能發現自己雖然身處家人中間，卻比任何時候都更加孤獨。呢個難道唔係人生後半場最大嘅悲哀咩？與此相對嘅係嗰啲建立喺互相尊重、民主溝通、共同承擔、彼此扶持基礎上嘅家庭。喺咁樣嘅家庭裏面，亦會有矛盾同分歧，但大家願意坐低落嚟，心平氣和咁交流，傾聽對方嘅想法。家庭成員之間唔係上級同下級嘅關係，而係平等嘅夥伴。長輩會用自己嘅經驗同埋智慧去引導，但亦都會尊重晚輩嘅獨立意願。夫妻之間係互相體諒、分擔家務同育兒責任嘅戰友。喺咁樣嘅氛圍裏邊成長起嚟嘅細路，通常更加自信、更加陽光，亦都更加懂得點樣去愛同被愛。咁樣嘅家庭充滿咗溫暖同韌性，即使遇到外界嘅風雨，亦都能夠成為彼此最堅實嘅依靠。所以，朋友，請一定警惕呢個陷阱，永遠唔好試圖通過控制家人嚟尋找你喺外部世界失去嘅尊嚴或者權力感。一個人喺家庭中真正嘅地位同埋影響力，從來都唔係靠嗓門大、脾氣差或者發號施令嚟建立嘅。佢來源於你為呢個家付出嘅責任，給予屋企人嘅關愛，以及你自身言傳所樹立嘅榜樣力量。當你成為家人可以信賴嘅依靠，可以傾訴嘅對象，
可以學習嘅榜樣時，嗰份發自內心嘅敬重同愛戴，先至係你最穩固、最寶貴嘅家庭地位。呢份地位唔需要你去刻意索取，佢會自然而然咁屬於你，並且溫暖你人生嘅整個後半場。朋友，我哋一路傾緊落嚟，傾咗關乎生存與選擇嘅經濟保障，傾咗基於信任同人情嘅社會資本，亦都警惕咗家庭裏邊嗰種空洞嘅權威陷阱。咁，當我哋撥開呢啲現實層面嘅迷霧，再往深處去探尋，我哋不禁要問：呢一切努力同經營嘅背後，人生嘅終極價值，或者話嗰份能讓我哋喺歲月盡頭回望嘅時候，感到內心充實同安寧嘅歸宿，究竟喺邊度呢？我諗佢可能唔完全在於我哋個人嘅事業達到咗幾咁輝煌嘅高度，唔完全在於我哋積累咗幾多可以用數字衡量嘅財富，亦都唔完全在於我哋獲得咗幾多世俗意義上嘅名望同埋地位。當然，呢啲努力同埋成就有其自身嘅價值，值得我哋去追求。但係一種更深沉、更持久嘅價值感，或許來源於一啲更本質嘅嘢。咁就係喺你力所能及嘅範圍內，你為你所愛嘅人，你嘅父母、伴侶、子女、朋友，為你所在嘅嗰個小小嘅社群，你嘅鄰里、社區、單位，乃至更廣闊嘅社會，究竟帶嚟咗幾多真實嘅溫暖，幾多切實嘅保障，以及幾多積極嘅影響？我哋嘅老祖宗好有智慧，佢哋提出咗三不留嘅講法：立德、立功、立言。所謂立功係建立功勳業績，所謂立言係留下傳世嘅學說思想。呢兩者往往需要非凡嘅才華同機遇，唔係每個人都能夠企及。但係立德亦即係修養、樹立高尚嘅道德品格，卻被認為係呢三者中最根本嘅基礎。因為德係根基，有德者先至可能建功立業而不危害社會，有德者之言先至更具說服力同生命力。更重要嘅係立德呢一件事，佢不分貴賤，不論貧富，係我哋每一個人喺自己平凡嘅崗位上，喺日常嘅點滴言行中都可以去踐行、去修煉嘅。當你以善良、正直、誠信、有愛嘅方式去生活，去與人相處嘅時候，你本身就喺度為呢個世界增加一份正能量，就喺度為周圍嘅人營造一個更加值得信賴、更加溫暖嘅環境。而呢種影響往往會喺不經意間以各種形式回饋到你自己身上，尤其係喺你需要幫助嘅時候。就好似跟住落嚟我要俾你講嘅呢位黃阿姨嘅故事。黃阿姨住喺上海一個建成幾十年嘅大型老舊小區裏面，好似好多同齡人一樣，佢退休咗，但同一啲選擇喺屋企元天年嘅老人唔同。黃阿姨係個熱心腸，閒唔住。佢睇到小區裏邊老年人多，白日喺屋企都幾孤單，就主動牽頭喺居委會嘅支持底下，組織咗一個老年讀書會。後來又搞咗個老年舞蹈隊，帶住大家一齊學習，一齊活動，熱熱鬧鬧嘅。小區裏鄰里之間難免有啲磕磕碰碰，比如樓上漏水啦，樓下嫌嘈啦，佢知道啦，總會主動上門去調解，苦口婆心咁勸說，往往仲真能夠矛盾化解掉喎。佢仲特別關心嗰啲仔女忙於工作嘅雙職工家庭，睇到邊個細路放學早咗冇人接，佢會主動話：放我呢度啦，我幫你睇一陣啦。小區裏邊嗰幾遇到啲困難，比如老人生病咗需要人臨時搭 BA3、SHOW3，或者邊個家經濟上暫時周轉唔開咯，黃阿姨總係了如指掌，並且第一個伸出援手，哪怕只係幫住跑跑腿，或者送上一句暖心嘅安慰。時間耐咗，黃阿姨就成咗呢個小區裏面大家公認嘅熱心人，一個值得信賴嘅主心骨。前年冬天有一次落雪路滑，黃阿姨出門買菜嘅時候唔小心摔咗一跤，把張腿臂摔傷咗。雖然唔係好嚴重，但亦都需要喺屋企靜養一段時間，行動好唔方便。佢嘅仔同女都喺外地工作，接到電話雖然心急如焚，但一時半會亦趕唔返嚟。正當黃阿姨一個人瞓喺床上，心裏有啲發愁嘅時候，意想不到嘅事情發生咗。先係住喺佢對門嘅鄰居張姐
知道咗情況，二話唔說，每日做好飯菜就俾佢端過嚟。緊接住，樓上李大哥家嘅細路仔放學之後會主動跑嚟問黃奶奶：你有咩需要買嘅咩？我幫你去。再後嚟，消息喺樓道微信群入邊傳開咗，住喺同一棟樓甚至小區裏邊其他樓嘅鄰居們都行動咗起嚟，大家自發咁排咗個班，有空嘅就過嚟陪黃阿姨傾下偈，幫佢打掃一下衛生，取一下快遞，或者喺佢需要去醫院復查嘅時候，主動提出開車送佢去。嗰段時間，黃阿姨屋企幾乎冇斷過人，充滿咗關切嘅問候同鄰里間溫暖嘅互助。黃阿姨後嚟感慨咁話：真係遠親不如近鄰啊！我呢腿摔咗，本來頂着急，結果咁多街坊鄰居輪住照顧我，比我自個兒喺屋企仲方便啊！你睇黃阿姨嘅故事係咪俾咗我哋好多啟示？佢平時並冇刻意去索取啲咩回報，佢所做嘅都係出於一份真誠嘅關心同樂於助人嘅本性。但係淨係呢種長期嘅點點滴滴嘅無私付出同真誠關懷，為佢自己積累咗一筆無比豐厚嘅人情財富。當佢自己遇到困難嘅時候，呢份財富就自動兌現嘅。呢種嚟自街坊鄰里嘅自發嘅充滿溫情嘅守望相助，係金錢難以買到嘅寶貴資源。佢唔單止解決咗黃阿姨當時嘅實際困難，更重要嘅係俾咗佢巨大嘅精神慰藉，俾佢真切咁感受到自己並唔孤單，自己係呢個社區有價值嘅一份子。呢份安全感同歸屬感，對於晚年生活嚟講係何其珍貴。黃阿姨嘅故事亦都話俾我哋知，積累人生嘅份量，為晚年做好準備，並非遙不可及，亦都無需等到我哋功成名就或者腰纏萬貫嘅嗰一日，佢就蘊藏喺我哋嘅日常修行同埋點滴給予之中。我哋可以從而家開始，從身邊嘅小事做起。喺經濟方面，我哋可以再次強調量入為出、理性消費嘅重要性，避免不必要嘅浪費同衝動消費。同時，要主動去學習同了解國家嘅社保、醫保等社會保障政策，知道自己嘅權益喺邊度，如何去使用呢啲保障。更重要嘅係，即使我哋嘅收入唔高，亦要嘗試建立小額但係持續嘅儲蓄習慣，或者尋找一啲風險較低、適合自己嘅穩健嘅理財方式，為未來積累一份應急嘅資金。呢份準備係俾自己未來嘅一份從容。喺社會關係同埋個人品德方面，我哋能做嘅事情就更多啦，而且好多時候並唔需要花費幾多金錢，只需要我哋多用一啲心，信守承諾。無論係對家人、朋友定係工作夥伴，講到就要努力做到。誠信係建立一切關係嘅基石。換位思考，遇事多學住企喺人哋嘅角度去諗一諗，少一啲指責、抱怨，多一份理解同體諒。日常嘅善意，對你身邊嘅每一個人，哪怕係小區嘅保安師傅、打掃衛生嘅阿姨、送快遞嘅小哥，都報以一個真誠嘅微笑，講一句由衷嘅多謝。小小嘅善意會似漣漪一樣擴散開去。參與同付出，喺自己精力允許嘅情況之下，可以適度參與一啲社區嘅活動或者志願服務，哪怕只係偶爾幫鄰居照睇下細路，或者喺樓道裏邊睇到垃圾隨手執起嚟。付出本身就係一種收穫。維繫舊情，唔好因為忙碌就忽略咗嗰啲曾經陪伴我哋走過一段人生嘅老同學、老同事、老朋友。一個電話，一條微信嘅問候，一次小小嘅聚會，都能夠俾嗰份情誼得以維繫同加深。呢啲看似微不足道嘅日常小事，就好似係為我哋嘅人生大廈添磚加瓦。每一次真誠嘅付出，每一次善意嘅表達，每一次責任嘅擔當，都係喺度為我哋嘅經濟保障同社會資本呢兩大基石注入更堅實嘅力量。所以，請相信我哋呢一生嘅努力，可能真係唔單止係為咗讓自己過上更好嘅生活。從更宏大嘅視角嚟睇，我哋每個人都喺度用自己嘅言行，參與到為我哋所愛嘅人，為我哋身處嘅呢個社會，共同編織一張更溫暖、更堅韌，亦都更安全嘅網絡之中。呢張網既保護住他人，最終亦都將會環繞同埋保護住我哋自己。呢或許就係我哋能夠揾到嘅最有意義嘅價值歸宿。節目進行到呢度，
我哋圍繞住人生嘅份量呢個話題，一齊走過咗一段不算短嘅思考旅程。我哋共同探討咗喺我哋走向人生後半場嘅過程入面，嗰份足以應對風雨，給予我哋選擇權同基本尊嚴嘅經濟保障，佢嘅現實意義同重要性，我哋亦都一齊感受咗。嗰張由信任、信譽、互惠同埋人情味編織起嚟嘅社會資本網絡，佢所能帶嚟嘅溫暖、支持同無形嘅力量。同時，我哋亦都警惕咗嗰種試圖通過喺屋企建立空洞權威嚟彌補外部失落感嘅陷阱，以及佢對家庭關係可能嘅長久傷害。咁啊，企喺人生嘅某一個節點上面，無論你而家係正當成年，處於人生嘅中途，定係已經步入咗可以笑睇風雲嘅後半場，當我哋撫今追昔，回望嚟時路上嘅深深淺淺嘅腳印，再抬頭展望前方嘅未知旅程時，我哋係咪可以靜下心嚟，問一問自己，我哋心中嘅嗰一座人生羅盤，佢嘅指針，經歷咗呢一番梳理同思考之後，究竟係指向何方呢？我哋呢一生最睇重嘅到底係乜嘢？我哋最想要為自己、為家人、為呢個世界留低嘅又係乜嘢樣嘅印記？尤其是喺我哋當下呢個日新月異、瞬息萬變，既充滿咗無限可能，亦都交織住巨大挑戰嘅中國，生活給予我哋嘅考驗似乎從未停止。咁啊，除咗我哋今日反覆強調嘅嗰份相對穩固嘅經濟基礎，同嗰張能夠喺關鍵時刻提供支持嘅溫暖互助嘅人情網絡之外，喺你嘅心中係咪仲有其他一啲同樣重要，甚至可能更為關鍵嘅因素，係真正支撐起我哋晚年生活能夠幸福、能夠安穩、能夠活得有尊嚴、有滋味嘅嗰啲不可或缺嘅支柱呢？比如持續嘅學習能力同埋開放嘅心態，俾我哋能夠跟上時代嘅步伐，不至於被社會淘汰。比如健康嘅身體同埋良好嘅生活習慣，呢個係享受一切嘅前提。比如內心嘅平和與精神嘅寄託，俾我哋喺面對生老病死嘅時候能夠多一份從容。再比如真正和睦、彼此尊重嘅家庭關係，唔係靠權威維持嘅嗰份嚟自至親嘅理解與陪伴。呢啲問題冇標準答案，因為每個人嘅生活境遇唔同，價值排序亦各異。但我哋相信提出問題、引發思考本身就係一種價值。因此喺節目嘅最後，我哋非常期待，亦都真誠咁邀請你能夠喺下方嘅評論區留低你嘅足跡，分享你嘅聲音。你可以分享你自己嘅人生故事，無論係關於奮鬥打拼嘅艱辛，定係關於做出某個重大選擇時嘅掙扎與考量，或者係你親身經歷過嘅嗰啲關於人情冷暖、世態炎涼嘅真實片段。另亦都可以分享你喺日常生活中觀察到嘅社會現象，你身邊嗰啲讓你感動或者引發你心思嘅人同事，甚至僅僅係你對我哋今日所探討嘅呢個話題有某一個獨特嘅見解，或者一啲唔同嘅睇法，我哋都非常珍視。喺呢個信息爆炸、觀點紛雜，但係靜下心嚟嘅深度思考，或許愈發稀缺嘅時代，每一個真誠嘅分享，每一種理性嘅聲音都顯尤為珍貴，俾我哋通過呢個小小嘅窗口彼此睇見，互相傾聽，互相啟發，共同去探索人生後半場更豐富、更厚重嘅意義。人生海海，前路漫漫，充滿未知，但亦都因此充滿希望。但願我哋每一個人通過今日嘅交流同思考，都能夠更加清醒咁認識自己所處嘅位置，更加用心咁去經營好人生嘅每一個面向。無論係關乎生存基礎嘅物質積累，定係滋養內心嘅精神豐盈；無論係拓展我哋視野同資源嘅對外連接，定係關照我哋身心安寧嘅對內修煉。願我哋都能夠為自己，亦都為我哋所愛嘅人，一步一個腳印咁去積蓄起嗰份沉甸甸嘅足以抵禦歲月風霜侵蝕嘅生命分量，然後可以更坦然、更溫暖，亦更有底氣咁走向嗰或遠或近嘅未來。感謝你嘅收睇同聆聽。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內容對你有所觸動或者啟發，請別忘咗俾我哋點讚、訂閱我哋嘅頻道，
並且將佢分享俾你關心嘅人。你嘅每一次分享，或許就能夠好似一盞小小嘅燈，點亮另一個人前行嘅道路。人生後半場，我哋期待與你下期再會。